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市松山区昨下晡有一台民间的救护车载病患，结果伫路口弄死一个机车的骑士。进一步调查，这个救护车的驾驶23岁，竟然无驾照，也毋过伊有 EMT， 也就是有紧急医疗技术员的证照。伊甲伊的兄哥伫咧邦桥开一间救护车的公司，是挂负责人。昨下晡状况紧急，公司临时无卡手，伊才来出任务，想袂到出车祸弄死人。公司讲会来赔偿，嘛会全力配合调查。 救护车正紧急驶过来，准备要过车路，只是一只乌托邦冲出来，闪袂赴，当场就互弄着，车身的碎片四界拢是，骑士嘛互弄飞，滚啊公笑悬，才阁摔落来。救护车的车头落落，挡风玻璃拢碎去，骑士全受重伤过往。那驶车的罗姓查甫人互查出，竟然是无照。 这间伫邦桥的救护车公司内底停3架救护车，公司是罗姓查甫人甲阿兄做伙成立，伊做负责人，阿兄是执行长。就是医师评分非常低，然后病人说出发的时候，护理师有告知说，病人状况非常不稳，就是可能要快点到医院这样子。23岁罗姓查甫人过去就报有8届无照驾驶的记录，拢是互临检查到。伊伫咧救护车做 EMT 人员大约1年，昨接到任务，不过公司的卡手无够，状况阁紧急。 伊才驶车上路，想袂到发生死亡车祸。一般救护车出勤，除了司机以外，阁要有一个 EMT 人员，除非状况紧急，才会阁配一个护理师。现在第一时间只想要处理说家属后续的部分，跟以及说病人的家属的心情，因为我们想要快把整件事情先把责任归属先把它承担下来。有要跟家属道歉吗？ 虽然罗姓查甫人进前就报名教训班，不过当时着急要救人，就无想遮济，杀害无辜的骑士全过往，就算搁较后悔，嘛无法度搁挽回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，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